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1日，诗篇115篇12节安尼讲：耶和华平时笑脸阮，伊要赐福气，要赐福气，互以色列的家，要赐福气，互亚伦的家。三甲来祈祷，笑脸阮，佮赐福气，互阮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全能的上帝，你是慈悲疼痛的天父。主啊！你的名伫全地受尊最大，你的慈爱若天遐尼悬，你的信实透到穹苍。主啊！全地拢着你出欢喜的声，阮拢要唱歌学乐你的名，因为你至悬至大。主啊！求你怜悯阮，怜悯阮，互阮通投降伫你。主啊！我要投降伫你实顾保护的，听候灾难拢过去。主啊！你平时笑脸阮，你要赐福气，你要赐福气，互属伫你的百姓。你要赐福气，互敬畏你、服侍你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